再来，在地上大条来关心最近交通的议题引起讨论。交通部即马是宣布，在今年年底之前，要甲相关的部门来讨论改善人行道，也有车路空间的措施。嘛讲会先找几个所在，先设立交通优先示范区。一条无算快的街路，画出停车格甲人行道，剩一撮矮矮的路要互车辆行。当然，民众行伫人行道，嘛爱随时注意后壁敢有车辆要过。民众普遍表示无利便。本来没有画，都还不会车祸，就是因为常常画，就因为画这一条线，所以这边常常车祸。人行道一下去的时候呢，旁边的那个摩托车道啦，或者是摊贩啦都没有规范，所以呢，势必一定会造成车与人之间的争议。为着让民众行伫路面更加舒适安全，洗除过路人地角的歹名声，交通部特别成立专案小组，宣布今年年底进前，针对路口、人行道障碍、路边杂物的部分，要推出实际的改善措施。由营建署针对研拟说人行道的改善的一个建议跟方法正在做一个研议。等它研议完以后，它会提供给各地方政府还有我们的相关的道路主管单位来做说，到底在什么样一个条件之下你可以去增设人行道。另外，交通部长王国材嘛宣布年底进前，要设立对过路人甲路人优先的示范区，试看卖伫增加交通标志、限制速度、科技测速的情形下，敢通有效降低事故。找一个路段几个路口路段，或是一个区域，把现在行人的这个状况跟我们要改善的状况这个把它做一个 before 跟 after， 然后我们来做改善，来看看这样对于行人的安全有没有保障然后如果一个县市它一个示范区做好以后，我们就开始来 copy 这个示范区。过路人甲路人的优先示范区，交通部表示，初步会对病院、公园、市场甲主体区开始，由民众做伙检查实施的效果。记者麦上认真郑由台北报道。